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30章第3日，大卫甲伊的部下倒去西吉拉。因较以前，亚玛力人已经有侵犯犹大南方甲西吉拉。亚玛力人放火烧西吉拉，掠妇女甲城内的人，无论大小，一个都无杀死，拢甲因掠去。大卫甲伊的部下到迄个城，看到城已经烧去，因下某囝、查某囝拢互人掠去。大卫甲缀伊的人就开声吼，吼甲无力通搁吼。大卫两个某就是亚述的人亚希暖，甲拿巴的姨孀加密人艾比该，嘛互亚玛力人掠去。大卫非常着急，因为伊的部下为着因的囝、查某囝苦痛碎心，讲要用石头甲伊钉死。毋过大卫倚靠上主，伊的上帝得到气力。大卫甲亚希米勒的囝祭司阿比亚他讲：“请你带以弗得来。”阿比亚他就带以弗得来互大卫。大卫问上主讲：“我对入遐个匪徒，检入会着？”上主应讲：“去入一定会入着，嘛一定会当救因倒来。”大卫就带伊的部下600人出发，来到比索溪，有200个野牲，行袂过比索溪就留伫遐。大卫甲400个部下继续去追入，因伫野外拄到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伊去大卫遐，用饼互伊食，用水互伊啉，搁互伊1粒无花果干丸，2粒葡萄干丸。伊食了元气恢复，因为伊3暝3日无食无啉。大卫问伊讲：“你的主人是啥人？你对倒位来？”伊应讲：“我是埃及囡仔，是亚玛力人的奴隶。我3日前破病，就互主人放杀。阮侵犯犹大南部的基利提甲加勒地区，搁用火烧西吉拉。”大卫问伊讲：“你减轻带我去遐个匪徒遐？”伊应讲：“你着记上帝对我咒诅，保证袂甲我杀死，嘛袂将我交互我的主人，我就带你去。”伊带大卫落去的时，看到因分散一四界在啉食跳舞，因为因对非利士地甲犹大地抢的物真济。大卫对天袂光攻击因到黄昏暗，只有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有走去，以外无一个有走离。亚玛力人劫去的财物，大卫拢有抢转来，嘛有甲伊2个某救倒来。亚玛力人抢去的，无论大小、囝、查某囝、财物，大卫拢带转来，无失落一项。大卫的部下将所有抢来的牛群、羊群赶伫其他精生的头前，典讲这个是大卫的战利品。大卫转来到遐，因为野牲无缀伊去，留伫比索溪的200人遐。因出来迎接大卫甲所有缀伊去的军兵的时，大卫行正前，甲因请安。甲大卫去的人中间有一寡歹人匪类安尼讲：“因无甲咱去，这个战利品莫分互因，干焦因的某囝儿，互因带转去。”大卫讲：“兄弟啊，上主赏赐互咱的物，毋通安尼处理，因为伊有保护咱，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。
恁即款做法，啥人会同意？出阵的人分着偌济，顾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，大家着公家分。对迄日起，大笔设立即个办法做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直到今仔日。大笔到西吉拉的时，摕一部分的战利品送互伊的朋友犹大的长老，伊讲：这个是对上主的对着抢来，送互恁做礼物。伊将礼物送互踮伫伯特利犹大南方的拿抹雅提尼、阿罗尼、色抹、以实提木、拿哈勒、亚拉灭人甲基尼人遐个城，荷里马、普拉山、阿塔、希伯伦以及大笔甲伊个部下，平常有伫往来的所在的长老。